爷爷，大名鼎鼎的鬼手医生真的住在这里啊？15年了，这个地方倒是一点没变。当年你父亲的腿就是被孙医生救回来的。啊，小孙啊，我真羡慕你，才活了81年就可以安然逝去。唉，我就惨了，不知道还要活多少年才是个头啊。5000年前，我拜入当时的天下第一宗玄天宗，没想到5000年过去了，我的修为始终停留在炼气期，而我的师父师兄们早已飞升仙境，只留我一人在这尘世之间。算起来，你应该也算我第1000个弟子。早知道你会成为这么一个药痴，当年我就不该叫你医术。医生，我是京海的楚家家主楚渊，这次过来想请您出山为我。你们来晚了，小孙已经去世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么巧？孙医生肯定没有去世，他只是避世，不想见我们而已。我都说了，你们要找的人不在，你们可以回去。小兄弟，你是医生的徒弟吧？肯定也继承了医生的医术，只要你愿意出手，要多少钱都可以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他徒弟，我只是他的一个老朋友罢了。老朋友？我看你71了，应该活够了。你为什么还想活呢？你小子说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年龄？这有什么可稀奇的？咱们楚家在京海可是顶级豪门，网上有很多咱们家的资料。你左肺下面长了颗肿瘤，应该还有3年寿命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。我上周刚做的体检，肺里确实是长了东西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爷爷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每天1颗，连续服7日，也许可以让你多活几年。小兄弟，等一等！飞走了，神仙啊！爷爷，你怎么坐在地上呀？小强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呢！爷爷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上哪有神仙？那都是骗人的。不，我没有看错，这瓶药是仙人给的，这就是仙丹呐！小强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刚刚那家伙有点眼熟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学校见过他，他是我们班同学。什么？他是你同学？小强啊，爷爷这辈子没有求过你什么，这次孙爷爷求求你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哪怕是做他的女朋友，也要把那个方雪带回家。啊！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小小书语，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。真是。我说方雪，你每次考试都倒数，能不能有点长进？就是啊，32分，我太太王小一来了都考的比你多，你还好意思在这睡觉呢你？笑！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小晴突然给我打电话询问你的情况，说你是不是在打他的主意？
小晴，小子，孙少看上的女人你都敢动啊？你他妈是不是不想活了啊？你吗？小子，楚雨晴是京海楚家的2小姐，也是咱们学校的2大校花之一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别敢对校花有非分之想啊！躲开！哎，小强，今晚我在餐厅订了豪华包间，我有2道题谱想教教。哎，方旭，你怎么不坐凳子啊？方旭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同桌了。什么？是你？方旭，今天晚上去我家吃晚饭吧，我亲自下厨。不去。我没听错吧？楚校花居然主动邀请方旭去他家吃饭，方旭居然拒绝了。算了，你昨晚太劳累了，继续睡吧。待会儿我再翻回来给你。乖乖等着。小强，你们2个该不会实在是太傻了？妈的！我宰了你！我亲！哎，孙少！小东西，你给我站住！说吧，找我到底什么事情？方旭，也不知道你给爷爷灌了什么迷魂药，我爷爷非要让我请你回家去。只要你今天晚上跟我回家，我保证以后都不打扰你了。你是想让我救你爷爷？不是的，上次我和爷爷去找孙医生，是为了救我姐姐。你姐姐生病了？姐姐得了一种怪病，全国的专家都束手无策。也好，楚家是京海的大家族，说不定可以帮我找到那个人。行吧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你答应了？哎呀，方小友，你终于来了！楚老不必客气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一定会尽力而为。口气倒不小，到时候你睡不好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小强，不得对客人无礼。不知道方仙人的医术到了何种境界？方小友，这幅画是去年老夫在拍卖会上花了8000万拍来的，据说此画是东晋时期一位神医所作，不知你对这幅画感觉如何呀？这不是1000多年前我随手在山间石壁上的涂鸦吗？恕我直言，这幅画十分稀松平常，是一幅信手之作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幅可是大名鼎鼎的天眼一道图，就连医生看了都说好。你少在这儿不懂装懂。竟然连天眼一道图都入不得方仙人的法眼，看来方仙人的医术水平已经达到了鬼神莫测之境。管家，一会儿把这幅画卸下扔掉。是。爷爷，他就是个普通学生，根本不懂什么医术，你竟然相信他说的话？方小友，不知道你平时有什么爱好没有？我孙女儿小晴和你是同班同学，这缘分难得呀。要不要先试着处个朋友？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喜欢的是我们学校的学神林野，那可是我们全校女生的偶像。林烨，那不是我在学校论坛随便注册的一个名字吗？我怎么没有听说你们学校有这么一个人呢？林毅是学长在学校论坛注册的网名，每次发的解题帖都会引发轰动，就连我们学校那些教授都是他的粉丝。哈哈哈，算了，先不说这个，我带你先去看看微微。
二叔、二婶。爸，您怎么都随随便便就找一个人给微微看病？就是呀，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微微都病了3个月了，到现在还没有苏醒呢。这龙总啊，都着急的不得了了，所以从无极山请来了王道长。贫道王玄一，见过主。原来是王道长，道长之名早有耳闻。据说你们无极山道医双修，满门弟子皆怀济世之能，失敬失敬。楚老，您放心，有贫道在，保管能治好大小姐。无极山，这不是500年前被我随手灭掉的一个招摇撞骗的旁门左道吗？怎么如今又死灰复燃？来，有请。方旭，听到没有？这里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不对，这里有古怪，我得过去看看。这是玄阴之体。为师期限已到，今日必须飞升仙境。师傅，你乃万中无一的九阳道体，这种体质可使你无敌于世间，但正因阳气过盛，导致你的修为始终卡在炼气境。唯有找到3个玄阴之体的女子与你双修，方可使你破至骨，真正的仙途。原来师傅说的是真的，苦苦寻找了数千年，竟然真的让我找到了玄阴之体。贫道刚才已经检查过了，这大小姐体内藏着一股毒气，阻塞了她的经脉，这才导致她一直昏迷不醒。若是不能及时将毒气驱除，这恐有性命之忧啊！大师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姐姐！道长，只要你能治好微微，您要多少钱，我们楚家都出得起。诸位请放心，我是龙总找来的，而且大小姐还是龙总的未婚妻，贫道一定全力以赴治好大小姐。原来如此，太好了，姐姐有救了！有反应了。那是当然了啊！这道长可是无极山这一带最优秀的弟子，有王道长在这儿，什么病治不好啊？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王道长，王道长，怎么了这是？你没事吧？我要。方小友，看来还得劳烦你出马了。只要你医好了微微，你不管什么条件，楚家一定满足你。爷爷，你竟然真的打算让他救姐姐？哼，小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贫道都看不好的病，你一个穷学生能看得出来什么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楚小姐体内的毒就是你下的吧，王道长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跟大小姐下毒？管家，把这小子给我放出去！慢着，方小友，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周老，你仔细回忆一下，楚小姐最近有没有碰过什么古物？我想起来了，3个月前，姓王的曾经送来一只宋代的香炉，那个香炉造型奇特，还有一股奇怪的香味。这怎么可能啊！龙总怎么会对微微下毒啊？爸，你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。楚冷，我可以治好你的孙女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方小友，你有任何的条件，尽管开口，只要我楚家有的，无论什么东西，老夫定当满足。我要你孙女嫁
我要你孙女嫁给我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啊？薇薇可是楚氏集团的总裁，京海数一数二的商业精英。你一个穷学生也想当我们楚家的女婿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？就是，咱们家薇薇要嫁也是嫁给龙总，那才是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。原来仙人喜欢的是薇薇这种类型。都给我住口！方小友，薇薇要是能嫁了你，那是薇薇的福气。等薇薇好了以后，老夫答应你，立刻给你们举办婚礼。爷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答应他？哼，算了，他也就是说大话。他要是有本事救好薇薇啊，我楚寒松3个字倒着写。3针，快看，薇薇又有反应了。难道他真的会医术？只差这最后1针，他体内的毒便能清除了。哎，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扎他的冲门穴。冲门穴？我看你这小子就是个小色批，借着行医之名对薇薇做不轨之事。姐姐，你醒了！薇薇，你终于醒了啊！对，这一定是王道长刚才的施法起效了。这小子呀，只是来捡漏的。没错，想来是贫道的法术起了作用，他只不过是赶巧碰上大小姐醒来的时机罢了。薇薇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好多了。薇薇，你既然好了，就赶紧跟龙总成亲吧。龙氏家大业大，咱们2家要是结合在一起，那整个京海还不是我们说的算？是啊，薇薇，在你昏迷这段时间啊，闭嘴！你们只是我的2叔2婶，没资格对我的婚事操心。爷爷，刚刚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，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哎呦，腰！你叫方旭，还是个学生。不错。你治好了我的病，我很感谢你，但是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。你身上的毒气还需1针便可清除，否则毒气攻心，神仙难救。行了，不必吓唬我，我会给你1000万，拿钱离开楚家。哈，你觉得我差这1000万？别装了，你不过是个穷学生，有了这1000万，你可以找更多的女人。1000万不够就2000万。热，我好热。糟了，毒气攻心。我要。爷爷，这房间里是什么声音？这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开放？刚刚发生的事情，你不许说出去。楚大小姐，我刚刚可是一动没动，全是你在动。你要是敢出去乱说，我要你好看。你刚刚在那个的时候，我便已经帮你把毒解了。放心，你要是不愿嫁给我的话，我不会强迫你的。你要走？我不走。楚小姐难道还想再来一次？我倒是没什么意见。你龙天清那家伙天天死皮赖脸的缠着我，想要打我楚家的主意。也罢，
正好可以让这小子替我挡婚。算了，这段时间你就当我名义上的未婚夫好了。咱们只是逢场作戏，不去当真。我没意见。对了，明天上午有一场古董拍卖会，你陪我去一趟，记住不准迟到。炼气期第998层，师傅没有骗我，我的修为果然提升了。等我突破到了1000层，便可以飞升了。你是说，楚灵薇被一个学生给救了，还跟他订了婚约呀？是的，龙总，那个学生他邪乎的很呐，好像叫做什么啊，方旭。找死！连我龙天星的女人也敢碰！疼啊！疼啊！疼啊！程哥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谁？那个人叫方旭，他竟然敢跟我抢女人！什么？又是他！龙总，您息怒了。您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只要那小子明天他敢去拍卖会，这次定有来无回。爷爷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这样的场合。小晴啊，今天的拍卖会非常重要，你作为楚家的一份子，该多接触接触这种场合啊！哈哈，方逍遥，没想到你今天也来参加这个拍卖会，真的是让我楚家蓬荜生辉呀！哈哈哈哈。不对，有问题。啊，问题？方逍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荣天星，你居然还敢过来？那香炉里的毒是不是你下的？薇薇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可是我老婆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可能下毒害你呢？你别狡辩了，你做这一切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阻止我参加拍卖会吗？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。哎，就你叫方旭呀？你就是龙天星？放肆，小子，龙总的大名也是你敢直呼的？很好，敢跟我龙天星抢女人，等下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够了，叶青，你少吓唬我，因为我以前以为你是想娶薇薇，没想到你是为了太虚保平。太虚保平，听上去怎么有点耳熟啊？好了，各位久等了，下面我宣布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。诸位，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太虚宝瓶。传说它是数千年前一位仙君在凡间游历期间所使用的法宝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好漂亮的玉瓶啊！太虚宝瓶，等了那么久，终于等到机会了。爷爷，你放心，这次我准备了足够的金钱，一定能够将宝瓶拿下。好。这不是我当年在玄天宗里面用的夜壶吗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夜壶？方旭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可是传说中的仙家法宝，真是无耻！好了，下面正式开始竞拍，底价
500亿。我出1000亿。1000亿，好大的手笔呀！楚家出价1000亿，还有没有人出价了？奇怪，这龙天星怎么不出价呀？既然没人出价，那我宣布，太虚宝瓶归楚家所有。归楚家，你们也配？龙天星，你果然早有准备。难怪我感觉周围有股浓浓的杀气，原来是鸿门宴。微微，别生气嘛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咱们可以一起共赴长生，做一对逍遥自在的神仙眷侣。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龙天星，你真的以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吗？你真的以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吗？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这是我花高价请来的武道高手，你的那些不过都是乌合之众。龙天星，你失算了。哦，是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不知道武道之上乃是仙途？王道长除了是一名神医之外，还是一名筑基期的高手。姐，爷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太虚宝瓶是我的了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走。王小友，龙天星狼子野心，此物落入他手，必生大祸。现在局势已经失控，唯有你出手相助啊！爷爷，你求他干什么？他就是个学生，他能帮上什么忙啊？苏先生，苏先生，我再给你加1000份，麻烦你一定要送我爷爷跟妹妹出去啊！楚小姐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对方是修仙的，根本不是我能抗衡的。1000年了，自从上次出手灭掉一个不长眼的小国，就再未出过手。也罢，今天就破例一次。你刷短剧刷多了吧？就凭你啊！方旭，你快走，不要白白送死啊！晚了，方旭，收！方旭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方小友，是老夫害了你呀！有此宝物在手，谁敢跟我作对？这太虚宝瓶当中蕴藏着强大的仙力，用不了多久，它就会化作一滩血水。龙天星，别放了方旭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都可以给你。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晚了！来人，把这2个女人给我抓起来！爷爷，放开我！龙天星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这个人向来都是怜香惜玉，当然要把他们抓起来，好好宠爱一番啦！你这个畜生！如此好事，要不算我一个？方旭，你不是被我收入宝瓶之中，
怎么会？方旭，你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你赶紧走啊！难道你不叫方旭？要不你换我另一个名字试试？你到底叫什么？林毅。什么？方旭是林学长？林毅！林毅！爷爷在此。林毅！爷爷在此。收！过去的事情，便让它随风去吧。我的宝瓶！小子，你找死！既然你们如此冥顽不灵，也罢，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仙法。周天曲，你还不配知道。消失了。方旭，小青，爷爷，老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龙家独子，你动我龙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旭哥，旭哥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给你300万，我给你3000万，你饶我这次吧。我从不杀死人，但你刚刚已经知道了因缘。你说这该如何是好？旭哥，你放心，我嘴很严的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。当我没吃吗？旭哥，你这是？没事，抹去你的记忆。什么？哎，方旭，你快让他看，小青晕倒了。命盘转了，天命之人出现了。大师姐，你怎么了？天命之人在京海。青兰速去京海，将此人带来见我。是。这是引王之体，难怪之前我没有发现，这种体质乃是玄阴之体的一种，但是比起玄阴之体更加稀有。方逍遥，小青到底怎么了？放心吧，他没事，只是受点刺激，激发了他体内的血脉之力。血脉之力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还有，方旭，你刚刚是在变魔术吗？那个什么王道长，怎么一下子就被你打飞了呢？小强，你终于醒了。姐，爷爷，我怎么在这儿？小青，你刚刚晕倒了，吓死我了。我晕倒了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？没事就好。方逍遥，这一次真的要感谢你，我已经让人准备了宴席，一定要好好答谢你呀。此仇不报，我龙家就誓不为人。龙总，外面来了个女人，说要见你。什么女人？老子现在心情不好，别他妈的烦我！龙天星，几年没见了，你胆子越发大，连我的面都不愿意见了。古真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少废话，我问你，见过这个人没有？这不是楚家的二小姐楚雨晴吗？你找她干什么？原来这个女人叫楚雨晴。我明白了，真人，
您是不是想收他为徒？我说句不好听的，您的这个计划恐怕要落空了。什么意思？真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楚雨晴班上有个小子叫方旭，不知道从哪学来的法术，那目中无人，狂妄的很，还自称是楚雨晴的男朋友。您收徒一事，恐怕那小子会从中作梗啊。一个学生罢了，修为能有多高？若是他不知死活，胆敢坏本座的事，本座定让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翁总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刚刚那人是谁啊？连他你都不认识？他可是龙国第一高手，七杀老祖座下的亲传弟子，古青兰。什么？难道他就是那个号称辣手仙子的古青兰？不错，方旭呀，方旭，我刚刚还在发愁怎么对付你，没想到你的死期这么快就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问一句，回答一句。若是你不老实的话，知道。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刚刚吃饭的时候，爷爷给你钱，你为什么不要？我对钱不感兴趣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嘿，下流！我告诉你，我喜欢的是林毅学长，就算爷爷逼我当你女朋友，我也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况且什么？况且你马上要和我姐姐领证了，难不成你想脚踏两条船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提醒你一下，扣子没扣。算了，我问你，那天你为什么要跟龙天星说你叫林毅？如果我说我就是林毅呢？你真的是林学长？没错，我就是林毅。像这种名字我还有很多，基本上每隔60年我就会换一个名字。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小心！方旭，你色狼！别动！外面有修仙者。修仙者？躲开了。看来你的隐皇之体已经暴露了，现在你就像是个香饽饽，人人都想抓你。能放鼠辈，待本座会会你。滚！此人的修为至少在结丹期以上，没想到楚家竟然还有此等高手。小晴，你怎么在方旭的床上啊？姐，你听我解释，刚刚有人要杀我们。杀你们？胡说八道，外面根本没有人。方旭，你骗我！无所谓啊，你要不相信，你现在可以出去试试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外面有人想对小晴不利？孙少，龙总出手了没啊？按道理，方旭这会儿不应该躺在医院里吗的？我也纳闷啊，我给我堂哥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都没人接。奶奶的！今天早上啊，我还看见这小子坐着楚家的车过来，楚雨晴跟他一块儿来上学呢。你说该不会他俩已经……
小晴可是前妻大小姐，怎么可能看上那穷小子？况且堂哥已经答应我了，方旭这小子碰他不了几天了。是。楚家有高手坐镇，看来只能从学校下手了。小晴，这新来的班主任身材可真好啊！嘘，声点。修仙者。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班主任，你们可以叫我吴老师。吴老师啊，这新学期都快结束了，怎么班主任说换就换的？你该不会是走后门进来的吧？就是啊，那王老师都带我们那么久了，大家都有感情了。吴老师，您到底有啥过人之处？净化器，此人修为不低。朱雨晴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好的。不愧是千年难遇的顶级圣体，难怪师尊要我将他抓回去。胡老师，不知道您找我什么事儿？不知道你可曾听说过紫薇观？紫薇观好像听爷爷说过，是一个传说中的隐士宗门，不过没人知道他们具体在哪儿。不错，知道的还挺多。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，紫薇观并非传说，而是一处真实存在的仙域。老师，您到底要说什么？朱雨晴，你的仙缘来了。要知道，你的体质极其特殊，乖乖跟我回去，我可以考虑让你加入紫薇观。从此呢，你便可以长生不老，临于众生之上。你难道真的一点也不心动吗？看来你的隐皇之体已经暴露了，现在你就像是个香饽饽，人人都想抓你。可是我不想修仙，我觉得打打杀杀可能不适合我。这可由不得你。吴老师，这么急急忙忙的，这是打算要去哪？你就是方旭啊？楚同学刚刚在办公室晕倒了，我正着急把他送去医务室呢。是吗？正好我也要去医务室，咱们一起吧。这怕是不太方便吧？快看，那什么！谷老师，你身为班主任，背后偷袭学生，怕是不太好。原来是个练气器。小子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乃龙国第一宗门紫薇观的大弟子。本门老祖呢，看上了这丫头，命我将其带回关内。要知道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缘，你若识趣儿，便莫要阻拦；否则的话，便是与我整个紫薇观为敌。紫薇观，没听说过。我看你修炼的功法乃是上古合欢宗一脉，你这么着急带他回去，打算给那老东西做炉鼎吗？既然被你识破了，那今日我便留不得你。村长，我没看错，有人和新来的班主任打起来。校长，我眼睛没花吧？那个人好像是风旭啊！就是他！
小子，身手不错，昨晚在楚家那个高手就是你师傅吧？年纪轻轻能够练到如此修为，着实不易。本座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莫有自寻死路。顾老师，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不会真以为刚刚那便是我的全部实力？哼，结丹境，你之前竟压制自己的修为。当今天下灵气稀薄，能够达到筑基期已是极限，想要更上一层楼，必须另辟蹊径。我呢，自创了一套功法，能以身为气，将灵气提纯炼化。只不过这功法太过凶险，平日我只能压制修为，以防灵气失控。天赋不错，可惜啊，入错了宗门。若是拜在我门下的话，我可以传授你一个精妙百倍的功法，可能也许会在200年之内突破大成期。200年突破大成期？小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师兄，这是什么呀？胡老师是修仙者呀，他。我哪知道，反正是风旭今天是死定了。陈思，怎么可能？昨晚把我压制的那个人是你！我从不杀凡人，但修仙者除外。你错就错在不该动我的女人。法则之力，你不是炼气期，你是渡劫期的半步真仙。师兄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什么法则之力，什么炼什么气啊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你问我问谁去啊？方旭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可能？你一个炼气期的修为，实力怎么在渡劫期之上？你话太……住手！校长来了！反了你啊！你是哪个班的学生？竟然敢当众打老师！校长，您总算来了。咱们学校出了这样的学生，您可得好好管。顾老师，你别怕。你是龙总介绍过来的人，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我都能替你做主。校长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你是楚家的二小姐。入学的时候我见过你爷爷。你刚刚说误会，什么误会啊？他动手打老师，我可是亲眼所见。校长，顾老师有问题，他刚刚想把我抓走。楚同学，虽然你家很有钱，但是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污蔑老师啊。校长，方旭这个学生全科挂科，考试都留了3级了。咱们学校留着这样的学生在，只会败坏咱们学校的风气。说得对，你就是方旭是吧？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校长，你早该这么做了。这个方旭整天就知道早恋，还整天欺负同学。你不信你问赵强。对，他可嚣张了，他老是在背后骂校长您，说你是光头强。你们2个别胡说八道！校长，你不能开除方旭。这一边是龙总，一边是楚家，两头都能得罪。这样吧，3天以后全国的数学竞赛就要在咱们学校举行了。到时候如果这个小子能考进前10名的话，我可以考虑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连我都不一定能保证考进前10名，方旭他怎么可能办得到？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，如果他做不到的话，到时候就怪不得我按照校规处置。顾老师，咱们走。校长慢走。
往这边走。方旭啊，方旭，咱们的同学情还有3天就画上句号。没关系，3天后考场见。奇怪，人呢？可恶，运气太背了！那小子身上是一定有什么法宝。今天下除老祖外，怎么可能有人有那么高的修为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可没说过我会放过你仗着身上有高阶法宝，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算什么本事？弱女子，你装可怜的本事倒是1流。人家在你面前可不就是弱女子吗？方同学，你的胸肌可真发达呀！我承认我打不过你，不过这样，如果你可以放过我的话，我什么都答应。这个呀，可是我们紫薇观的幻梦迷迭香。别说你只是练气期，哪怕是化神期的大神也无法敌。中此香者啊，将会陷入到无尽的春梦当中，永远也无法苏醒。你。怎么可能？又是一个悬疑之题。皇上，帮帮我！原来如此，看来此女是那个什么老祖的备用炉鼎。因为被施了秘法，所以我才没看出她的体质。如今还差1层，我的修为便可突破1000层，届时可以打破多年的桎梏，飞升仙界。臭小子，本尊要杀了你！陈老，试卷已经发了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只是一个全国竞赛而已，用得着您亲自出考题吗？小王啊，你可别小瞧了这次竞赛，这可是关乎到我们国家未来对科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，每道题啊都至关重要。这不是我最近在研究还没有完全攻克的几个难题吗？是谁把它印上去的？这不是胡闹吗？陈老，我不知道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算了，反正也没有人能解开，就放这儿吧。小王，把电视打开，我看看考场的情况。快看，那就是楚雨晴，咱们学校的年级第一。不是，你还真敢来啊！不是，这次考试没有选择题，你那些瞎蒙的本事发挥不了作用。就是啊，你今天呢，你要是能答对1题，我赵强这2字我倒过来写我。干什么？这里是考场，你能不能敢想动手啊？敢不敢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等一下，如果我考了第1，你们俩从这儿爬着出去。第1，
你真是笑死人了呀！啊，方旭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这现场这么多学霸，你问问他们哪个有胆子敢这么说呀？你，方旭，你要是拿第一个，别说让我们爬出去，我救你爷爷都可以啊！臭小子，敢轻薄我！等我抓到了姓楚的那丫头，回到紫薇关复命，届时一定请老祖出山，将你大卸8块。好了，全部安静，考试正式开始。现在分发试卷。这次的题目好难，已经完全超出了平时训练的难度范围。这次的题目是由科学院的陈老亲自出的题，难度可谓是历年之最。陈老，那可是学术领域开疆拓土的传奇人物啊！想当年，他凭借一己之力，便攻克了困扰着国际学术界多年的重大难题，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啊！是啊，这届的学生可真是幸运啊，能有机会接触到陈老亲自出的题。校长，您答应过我的，方旭那小子要是考不进前10，您就把他开除。放心，那小子定了。孙少，你说等这小子滚蛋之后，咱要不要一块庆祝去？那是，到时候叫他小庆一下，吃完饭咱就去看部电影。说不定他芳心一动，咱就答应走你。请。方旭已交卷。什么？这么快？放心吧，肯定是白卷。我的方旭，你小子这是几分钟啊？这就放弃了？这是。喂，楚兄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哦，难道我们那项研究有进展啦？哈哈，不错，已经有人破解那道世界难题了。哈，咱们合作的特效能源电池终于可以量产了。什么？太好了！到底是谁解开了这道题？哎呀，说了你有可能不信，他是一个学生，而且就是在你孙女就读的那个学校。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学校当面感谢他，顺便聊聊合作的事儿。啊，好，那你快点啊！快，叫上微微去趟学校。是。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根本就看不懂。这不就是乱写一通吗？哦，不对，他这前面的答案几乎全对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吴教授，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这小子平日里考试及格都很困难，他怎么可能会解出来这些竞赛题呢？方旭把题目全部做出来了，并且全对。这太奇怪了，我主持了这么多届的竞赛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标准的答案。我知道了，吴教授，这小子肯定提前偷走了答案。哎，对，没错，肯定是这样。他不可能这么快交卷的。小子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作弊了？这么简单的题目，我还用不着作弊。简单？哼，太狂妄了，连我都不敢说这样的大话。方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可是直播，你竟然敢当众作弊！校长，方旭明显是没有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，这样的人留在学校，只会不断腐蚀咱们学校的风气。方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你真的投胎了？连你也不相信我？
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只是你平时里的成绩确实不突出。算了，我也懒得跟你们解释。既然你们都不信的话，那调监控吧。哼，还调什么监控啊？你一定是提前备好了答案，所以啊，就算是监控，也未必能拍到什么关键证据。岂有此理！如此肆意妄为的作弊，这般嘴硬狡辩，早着看着办吧。哼！保安，把这个家伙给我赶出考场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方旭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次做的实在太过分了，老师也帮不了你了。小子，识相的抓紧跟我们走。您怎么来了？陈老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点小事我们正处理着呢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严惩这个学生。恩师，真的是你？陈老，你跪一个学生干什么？什么学生？他是我的恩师，世界学术第一人林毅。什么？方旭就是林毅？陈老，你没有搞错吧？这个小子就是一普通的学生，他怎么可能是您的恩师？对呀，这小子门门考试都不及格，怎么可能是陈校长的恩师啊？岂有此理！你们是觉得我老了，连恩师都不认识了吗？小陈，10年未见，苍老了不少，但是你的名气可是越来越大了。恩师啊，你当年不告而别，弟子可是一顿好找啊！这些年，弟子一直谨记你的教诲，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，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你真的是林毅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是你自己不信。可是你为什么故意装成学习很差？你明明这么厉害。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安静，不喜欢别人打扰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就算方旭是您的恩师，这年龄也对不上啊。10年前他最多也就10岁左右，怎么可能有资格当您的老师啊？不错，陈老一定是认错人了。吴教授，我建议咱们直接开除这个方旭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学生，怎么可能有如此高的学术造诣，还成为陈老的恩师，简直荒谬至极！我们学校留不得这种弄虚作假、扰乱学术秩序的人。说的有道理，是得慎重调查清楚这件事情。混账！偏偏有我在，你们任何人休想对恩师不敬。陈老，虽然您是学术界的权威，但学校有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在对于方旭调查处理这件事情上，您似乎并没有直接插手的资格。你陈老没资格，那我呢？都是他。爷爷，姐。楚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楚家是这家学校最大的股，你说我们有没有资格处理这件事情？有，当然有。你们说怎么办？我定全力配合。王贤之，想不到你是陈老的恩师，真的是出乎我的预料啊！方旭，你真的解开了那道难题，你知不知道？只要那道难题能够解开，我们公司的科研瓶颈就可以彻底突破。哦，你们楚家已经是京海市的首富了，什么项目让你如此激动？孙少，我怎么有点糊涂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方旭不是喜欢的楚雨晴吗？怎么看着跟他姐姐关系这么好呢？该死，这小子不会是想当小通吃吧？现在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先撤了再说。孙少，你先等着我。恩师，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具体详谈吧？可恶，
这小子难道是我命里的灾星？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小晴，小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方县志，刚刚那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抓小晴？对方是修仙者，他背后的宗门啊，看上你孙女特殊的体质，想要拿她做炉鼎。什么？炉鼎？混账东西！我这就调人把他抓回来。不必，我刚才故意放他走的。哦，这是为何呀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？况且他们都是修仙者，你派出去的人对付不了他们的。有道理。贤侄，这里就是我们楚家最核心的实验室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一直在秘密开发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的代号叫问道。问道？不错，之前我们之所以那么迫切的想要拍下太虚宝瓶，也是为了这个项目。爷爷姐，到底什么项目这么神秘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小晴啊，这个问道项目是我们楚家几代人的心血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一项实现人类长生的研究。长生？不错。你看这台仪器，它是问道最核心的设备之一。可惜目前我们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，却始终无法突破最关键的技术瓶颈。为此，我们特意找到陈老，一起来研究这个难题。可惜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方旭解开了那道数学难题，那题背后隐藏的能量运算规律，说不定正是打开这台仪器关键枷锁的钥匙。文师，我知道您淡泊名利，这可是造福全人类的大事。没错，自古以来，多少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都在追寻长生不老。贤侄，加入我们吧！只要我们突破了最后的技术屏障，就可以帮助人类摆脱生老病死的枷锁，开启全新时代。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贤侄，尽管开口。我要他当我的助手。不，他。上仙喜欢的不是体位，而是小晴。这个好办，但小晴年纪尚小，我担心她经验不足，怕耽误我们项目的进展。无妨，我只需要他24小时陪在我身边即可。24小时也好，我这就让人替小晴办理休学手续。启禀老祖，弟子无能，此次任务失败了。哦，以你结丹期的修为，竟然没能把人带回来，难道对方是元婴期？不，对方只是炼气期的修为。啊，炼气？你在和我开玩笑吧？还是说你觉得我闭关太久，我糊弄了？老祖息怒，弟子确实尽力了。那炼气期的小子虽然修为低微，但身上有一件诡异的法宝，正面交锋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哦，什么法宝，竟能让炼气期战胜结丹期？难道是上古仙器？弟子提议，请两位师兄出山相助。我会派人杀了那小子。这次若任务再失败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弟子明白，此次定全力以赴将楚雨晴抓回来。师兄，咱们为何不直接出手？不急，先探探这小子的虚实。不愧是师兄，果然稳健。哼，只要那小子出现，便发射袖箭，箭上涂了我特制的湿穿心散，见血封喉，让他有3头6臂，难逃一死。甜甜，你快帮我想个办法呀！
我可怎么办啊？你还能怎么办啊？你都喜欢林学长那么多年了，现在人家就在你身边，当然是要大胆表白了。哎呀，你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嘛？我这要是突然表白，万一他觉得我唐突，把我当成那种很随便的女生，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的小傻瓜，你可是堂堂的楚家二小姐，要相貌有相貌，要家世有家世。林学长能被你喜欢，那可是他的荣幸啊。可是林学长好像喜欢的是我姐姐，这样做不太好吧？王旭，你怎么这不太合适？万一被姐姐看到了。别说话，赶紧穿衣服。怎么办？该不会是林学长故意找了个借口，把我带到卧室，要做那种事吧？你在这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你去哪儿？师兄，快看，那小子出来了！哼，来得好！哼，来得好！师兄！方旭，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，2只大点的老鼠而已。真的没事？对了，上次跟你说灵泉找到了没有？要想制作长生药，必须要用自然形成的天地灵泉。我刚想告诉你，灵泉找到了，但是想要直接买下比较麻烦。灵泉所在之地是孙家名下的一处产业，孙家是京海有名的豪门，他们并不打算直接出售，而是决定举办一场拍卖会，将灵泉所在之地全部买下。又是拍卖会，这个孙家和龙家是姻亲关系吗？不错，听说参加这次拍卖会的势力众多，龙家也是其中之一。龙天星那小子，分明是来捣乱的。你们不用怕，孙有才贪财好色，只要把钱给足，这块地皮未必不能拿下。行，既然如此，我明天亲自去一趟孙家。爸，我有点搞不懂，咱们家那块地怎么突然那么值钱？谁知道？刚好我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，这地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什么灵泉，引得这么多势力眼红，那可不就是送上门的财路？还是爸愿意见。等咱们那块地一卖，咱们孙家就发大财了。日后在京海啊，那可是能和楚家和龙家相比肩。小强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这儿是我孙家的地盘，随便坐，别客气。我让人给你准备那个玫瑰花茶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尝尝。不必了，我现在是方旭的助理，今天来是谈正事儿的。方旭的助理啊？小强，你可别被他骗了呀！这年头，做几个破题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就一穷学生，跟着他能有什么钱？我不跟着他，难道跟着你啊？小强，我知道你这次来的目的，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，我就让我爸同意把这块地给你们楚家。你滚开！瑞秋，你别黑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们楚家能得到那块地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们孙家不点头，你想都别想！孙总，好久不见。邱总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你又漂亮了不少。这位小兄弟看着有点眼生，是楚总新招的秘书？孙总，您误会了，他叫方旭，是我的未婚夫。哦，未婚夫？
我之前记得龙总可是一直对楚总青睐有加，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楚总的爱慕之意。这方兄弟突然成了楚总的未婚夫，还真是让人意外呀！哎，爸，他就是个穷学生，他跟我堂哥比差远了。什么学生？楚总，我一直以为你眼光独特，在商场上那可是精明的很呐，怎么在挑男人这件事上眼光差到如此地步啊？孙总，我挑男人的眼光如何，用不着您来操心。谢谢您的款待，我们待会儿见。呸！荣天星，你竟然还敢出现！微微，你别生气了，上次是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。今天我过来呢，就是来帮你的。就你还帮我？我知道你们在造长生药，这样也算我一个，我给你们投钱，顺便帮你们把这块地也给拿下来。哎呀，做梦！你想都别想！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两位上仙，出来吧！我操！我天哪！难怪有恃无恐，原来是有帮手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两位呢是清风子上仙和凌云子上仙，是我特意为了这个拍卖会请来的高级顾问。荣天星，你带修仙者来参加拍卖会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呀，这拍卖会今天这么激烈，我请两位上仙过来保护我而已。况且这也没哪条规定说我不允许带修仙者来参加呀。那个打扰一下，修仙者不都很厉害吗？你头上这个包怎么回事？修仙之人受他的伤是很正常的。那日我一时不备，被贼人偷袭成功。若是正面比拼，本座一只手比死他。啊、说了半天，原来是打架没打过人家。小丫头片子，信不信本座一掌劈了你？师兄，万万不可！他们还要把他抓回去交差呢。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规则很简单，谁出价最高，这块地也是谁的。很好，我出1000亿。什么？1000亿？荣天星，你可别乱出价，你出得起这么多钱吗？这些就不用你管了。怎么，只要加价？当然，我出1万。什么？什么？臭小子，我看你是在这故意捣乱吧？1万亿，你把我们都当傻子吗？这世上哪有人能拿得出这么多钱？哎，方勋，你最好能证明一下你有1万亿，否则此事难以善了啊！这拍卖会可不是你随意撒野的地方。不错，小子，不是我不相信，而是这笔钱已经远超你们楚家资产的规模。你要是在这胡乱喊价，我可要取消你们的竞拍资格了。方勋，我手上的资产只有3000亿，实在不行，我把集团剩余的股份全卖了，可这样还是不够啊。那个，要不我把存款拿出来，一起凑一凑呢？不用。此乃神木王鼎，木系至宝，其价值远非金钱所能衡量。由千年神木精华凝练而成，内蕴无尽生机，不仅能催生万物，而且还有着生死肉白骨的神功奇效。就这破玩意儿能起死回生？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说的这么神气，你怎么证明啊？
你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你？不是你让我证明的吗？我不杀他，怎么证明给你看？要不，你来当下试验品？你小子，够狠！要是治不好徐总，今天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方旭，这东西真有这么神奇啊？我这是怎么活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姐，方旭手中这个小鼎真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啊！这兄，难怪这小鼎那么强，原来是身上有先天灵宝。不过，你个依赖法宝的废物吧，你的这些东西，哼，皮鞋都不配。这种神物归我所有了。小子，这宝鼎是不错，但你身上的宝物是不是这一件吧？不错，还有什么宝物？不妨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啊！可以。这是，此乃圣灵珠。乃天地间至纯至净的灵力汇聚而成，携有此物者，不仅能够提升修为，还能够实现聚集杀敌。这是上古灵物，原来是靠此物打败的师妹。如此稀世珍宝，竟落在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手里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你根本不配拥有它。不错，就该乖乖的把它交出来，让我来发挥个真正的力量。两位上仙，之前答应我的事儿呢？这小子的法宝已经被我们骗了出来，如今畏惧。放心，待我们抓回来那个姓楚的小丫头，定会助你将楚家的资产收入囊中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别怕，小丫头，你的机缘到了，乖乖跟我们回去，给我们老祖当炉鼎。这是你上辈子积攒的福泽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的。不错，要是你表现得好，说不定老主还能让你死得痛快。方旭，救我！小子，法宝就都在我们这里，你竟然还有胆量站出来！兄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动手将他拿下，跟我们紫薇观作对，会有死路一条。方旭，你先带着小新逃出去，我安排了人在外面接应你们，我留下来拖住他们。不用，这些东西是我故意给的。小子，说什么？死定临头还嘴硬！看剑！什么？你怎么会有如此行为？师弟，你不是咽气啊！上仙！方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把我龙家所有资产全部捐出来。龙天星，你坏事做尽，你以为你交出龙家的所有资产就能够抵消你犯下的罪行吗？我真知道错了，微微，看在之前咱们交情的份上，你饶我这一次吧，我愿意洗心革面，我从头再来我。方爷。方旭，你把龙天星怎么了？是他自己说想要重新做人，我便给他这一次机会。这玉瓶啊，乃是上古秘瓶，内有乾坤，可净化人性，磨去他的一身戾气啊，跟罪孽。
小兄弟，别看我呀，我和那家伙不熟。不熟？我记得你们两个还是亲戚呢。那个，我可以给你们打个折，除了这个保底，你们再给我1000亿，那块地就是你们的了，怎么样？很划算吧？你想多了，这神木王鼎，我只是借给你看看。至于那块地，我一开始并没打算给你钱，相反，我替你治疗了一个宾客，赚我的钱。1000亿啊！方旭，你疯了！1000亿啊！方旭，你疯了！怎么，你也想进去培龙天星？我没这个意思。方旭，咱们同学一场，你看能不能便宜点？我们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。可以，那就打个8折吧，1200亿。1200亿啊！方旭，你会不会算呀？怎么还越算越多了？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我忘了，我成绩不好，每门考试啊都不及格。我这妈呀！如此看来，孙家跟龙家算是彻底完了。方旭，有了灵泉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生产长生药了？先说一句，要通过长生药长生不老道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世间万物皆有定律，逆天而行，没有能力。不过，让普通人增加几十年寿命，还是可以做的。已经很不错了，能够增加几十年的寿命，足以惊叹世人。方旭，谢谢你。小琴呢？这是小琴的耳环。方旭，我承认我打不过你，他那又如何？人我已经带走了。姐，方旭，救我！方旭，你快去救小琴。放心，炉鼎要想发挥最大的效果，需要绝食3日，它暂时是安全的。这么说，你是故意的？不错，早在我跟那几人交手之前，他们便隐藏在附近了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何不直接出手？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我在你妹妹身上施了法咒，法咒能让我找到她的位置，咱们直接去她的老巢。恭迎师尊出关。人呢？回老祖，人已经被关起来了，3日后定可供你享用。很好，青兰，这些年你四处奔走，收集毒品，真是辛苦。为老祖效劳是弟子的荣幸，弟子不敢言辛苦。不错，你倒是忠诚。不过，你可知道这世间最忌讳什么？弟子愚钝，请老祖明示。这世间最忌讳的就是你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秘密。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也必死。想不到，我为他做了这么多年事儿，竟落到这般凄惨下场。你醒了啊？是你救了我。你伤得很重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替你治好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明明做了这么多坏事，还绑走了那丫头。你想多了。之前你帮我突破修为，我出手救你，咱们两不相欠。另外，
我还需要找你问一些关于你门派的信息，所以啊，你还不能死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一路跟踪你，来到了那座山里，发现周围的气息很不对劲，似乎隐藏了一座法阵。不错，你猜对了，紫薇山里确实隐藏着一座法阵，不过那不是普通的法阵，而是一位仙人留下来的仙阵。哦，仙阵？是的，这也是为何我们紫薇观会那么强的原因。200年前，那时的老祖还是一个放牛的小童，他无意间发现了那座仙阵，从此修为一日千里，自此开创了紫薇观。有意思，这仙阵具有何功效？这座仙阵只有老祖一人可以控制，一旦开启，任你修为再高也无法闯入。不仅如此，任何进入到紫薇山范围内的修士，修为都会自动降低，只有老祖一人修为保持不变。那他现在是何修为？化神期。一旦他成功吸收了那丫头的体质，他的修为至少会达到大成期，甚至渡劫期。想不到1000年之后，这个星球上又出现了一个修为在化神期以上的高手。方旭，我知道你修为不弱，但我劝你不要插手此事。对方修为太强大了，并且还有上古仙阵的相助，以你一人之力，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算了，明天是那老贼200岁寿辰，如果你想救人的话，就选择在那天吧。你还有计划吗？看在你救我的份上，我就帮你这次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果然是个美人胚子，可惜了。明天过后，你这如花似玉的身子就要成为师尊提升修为的炉鼎了。我告诉你，方旭会来救我的。你们如果敢动我的话，方旭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方旭，你说的是那个击败古青兰的小子？错，是的，他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哼，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来了又能如何？在这玄天大阵之内，任何法宝都将失去效果，本座一根手指便能捏死。你胡说！一定会找到办法救我出去的。哼，来了更好，新仇旧账，正好一起算。问问老祖师观。哦，那丫头怎么样了？老祖请放心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寿宴结束，您便可享用这古今无二的炉鼎。很好。恭贺老祖200岁寿辰，老祖法力通天，寿与天齐。这修仙界在老祖的带领下，竟能日益昌盛，重振昔日雄风啊！吴掌门，太客气了。老祖，这是我偶然得到的一株千年灵芝，特献给老祖，以表心意。这是寿延丹，我特意备了3颗，愿老祖福寿绵延。你们有心了，这些贺礼本座收下了。停。老祖，我们找到大师姐了。哦，那丫头居然还没死！哼，将叛徒带上来。顾青兰，没想到你命还挺硬，中了师尊的绝命丧魂掌，竟然能撑到现在。我呸！七杀老贼，我替你辛苦卖命这么多年，到头来你却要杀我灭口，你不得好死！哼，也罢，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明儿，你跟他说吧。是师尊。顾青兰，当年师尊收留你，竟当真以为是看中了你的天赋。什么意思？
说白了，你只是师尊的一个备用炉鼎。如今找到更好的，你自然失去了利用价值。而且你出身低贱，乃是上古最族之后，留着你始终是个祸。师尊岂容你留活在世上？哼，原来如此，我竟被你们愚弄至此。什么知遇之恩，什么同门情谊，到头来都是你们精心编织的谎言。哼，你明白就好。师尊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杀了他呗。那你就亲自送他上路去。师妹，对不住了，师兄会轻一点。哼，轩辕子，你当真以为今日能杀得了我？死到临头还嘴要。你是何人？玄天宗方旭。玄天宗？难道上我门派？为何没有听说？小子，你就是方旭，逆徒！你居然敢勾结外人来对抗本座！七杀老贼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是吗？就凭你们？方旭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整个紫薇山都在本门的大阵覆盖。不管你有什么宝物，在此大阵之下，废铁一门。对付你们，何须用法宝？你小子，找死！竟敢杀了老祖弟子，你完了！完了！天上地下没人能救得了你了！真是年少轻狂。此人在我这大阵里，竟然还能发挥如此之力，看来本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。小子，你说你来自玄天宗，那我问你，你师父是谁？师父，算起来我已经跟他好久没见过面了。自从上次一别，应该是5000年前。5000年？照你这么说，你活了5000年？哼，真是大言不惭！你要是活了5000年，你岂不是有仙人境的修为？等等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我们宗门的一辈古籍上曾经记载过一段历史。5000年前有一个门派就叫玄天宗啊！吴掌门，你可别乱说。我可没有乱说。这玄天宗乃是当时天下第一宗门，其门下弟子个个精彩绝艳，功法更是玄妙无比，足足称霸修仙界上千年呀！一派胡言！他要是真有这么厉害，为什么只有炼气期的修为？小子，我不管你师出何门，你3番2次坏我好事，如今还当着本座的面杀了本门弟子，今日本座不将你挫骨扬灰，为民何在？行啊，你能杀死我，求之不得。可惜啊，数千年，无数人在我面前说过类似的话，可最终他们皆在我面前灰飞烟灭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既然如此，你敢不敢接我一招啊？方旭，这个老贼狡猾的很，你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可以啊，好小子，有胆气，那就吃我一招阴阳断魂掌。这是老祖的成名绝技，中掌者魂魄皆碎，生机断绝，即便是大罗神仙也难相救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打了，该我了。什么？这小子竟然没事？哼，我方旭，哇！这小子表面是炼气期，实际上的修为只守在大成期以上。还好心正无敌，要不然今日把真实要交代到此。哼，竟然没死！去，把丫头给我带来。方旭，小子，现在你的女人在我手里，
你敢不敢把这瓶丹药吃了？否则我就让他血溅当场。这是万重尸骨丹。不错，在灵气如此稀薄的现代社会，还能炼出此等丹药，倒算有些本事。方旭，不要！我要你救我！你快走，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修炼，将来为我报仇。小子，你还真蠢呐！我告诉你，不出半刻，你就会被万蚁食心，痛不欲生，最终也会化为一潭血水。方旭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把丹药吃掉？你快吐出来！你快吐出来啊！完了，全完了。味道不错。这丹药里面似乎还加了些灵草，老东西，他没少费心思啊。你怎么没事？方旭，你到底是什么修为？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。丹药我吃了，要是没什么其他招数，我可就动手了。方旭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女人可在我手里，你如果敢乱动，我立刻……人呢？不，怎么可能？方旭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。行了，想抱回家再抱。谁要抱你？老东西，陪你玩这么久，该做个了断了。哼，小子，本座有上古仙阵护体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玄天阵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玄天阵，给我烧！不好，他的小妹把我们全部人全部搅入这种，快跑！好，晚了，得死在这儿！小心，先走。方旭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办？我们好像被困住了。我认识这座法阵，这是玄天宗当年12座护山大阵之一。玄天宗是你的师门？不错，想当年玄天宗是天下第一座，这12座护山大阵更是威名远扬。每一座都蕴含着玄之傲气的天地法则，不知道抵御过多少外敌的入侵。那岂不是很厉害？咱们还出得去吗？原来如此，这是一座残阵，应该是被人修复过，所以第一时间没有认得出来。方旭，这里好恐怖，我想出去。虽然是残阵，但实力仍不容小觑。除非达到仙人境，否则硬闯定会粉身碎骨。那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了。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我的修为突破炼气期第1000层，达到仙人境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这难道跟我有关系？我的体质极其特殊，足足困在炼气期5000年。要想突破这最后3层，需找3个玄阴之体女子与之双修。此前已经找到2个，现在就差最后1个。你该不会是想在这种地方跟我那个吧？事到如今，已别无他法。贱人，往哪儿跑？老贼，你杀了我吧！哼，杀你没那么容易。幸好今天本座早有准备，要不然还真折在你这贱人手里。我就
就算死了，也要拉你垫背。你想自爆，可惜了，在本座面前，你连自爆的机会都没有。今日，我当初就该趁你闭关之日杀了你。现在才想着，晚了。待我吸收了你的小丫头灵体之后，她便是这世间唯一的真人。到时候，所有人臣服在我的脚下。受死吧！怎么回事？仙阵怎么松动？怎么可能？仙阵怎么松动了？难道是方旭那小子？不可能，此乃上古仙阵，就算是渡劫期的高手，被关入其中，也难以脱身。看来你的仙阵也并非天下无敌。哼！就凭那乳臭未干的臭小子，也想破我的仙阵？贱人，安心上路吧！方旭，你好了没有？别急，快！我感觉我的身体好热。成功了，我终于突破了！小贼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谁？方旭，你竟然击碎了我的仙阵！不，这怎么可能？5000年了，我终于突破了这最后3种枷锁。说起来，还得感谢你呢。难道你已经渡劫成功？不可能！这世间没有人能跨过这最后一步。你试试，不就知道了。少在这故弄玄虚！今天既然出来了，本座就亲自送你上路。不，我不甘心！消失了！太好了，方旭，你太厉害了！一切都结束了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这些年，我被他蒙蔽，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如今他已被伏诛，我也该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赎罪了。古姐姐，以前那些事儿都过去了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，我让爷爷在集团给你找个职位。算了，我呢，想寻一处静谧的山林，远离这城市的喧嚣与纷争。日后若是有缘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随你的心意。告辞。保重。怎么样？有小晴的消息没有？楚总，所有地方都找遍了，依旧找不到二小姐。那方旭呢？有没有他的消息？那日方先生离开了别墅，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。我们动用了所有的人力和渠道，还是找不到他的人影。小晴下落不明，方旭也消失不见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小晴，小晴，你没事吧？姐放心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是方旭，是他救了我。方旭，谢谢你啊。紫薇观已经被灭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打他的主意了。对了，方旭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长生药已经正式开始量产，我将它取名为天药。恭喜啊！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。方旭，你真的要走啊？不错，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5000年，为的就是冲破这最后的枷锁，去探寻那更高层次的修行真谛。可是我舍不得你走，你这一走，
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。这些年，我已经看惯了生死离别，这人世间，对于我来说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可以。既然如此，老夫就不留你了。原本是想把小琴和微微托付给你，让你成为楚家的继承人。现在看来，是老夫一厢情愿了。这本书里记载了我这些年的修行感悟，你们二人勤加练习，说不定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重逢。方旭，谢谢你这段时间为楚家所做的一切。我知道你心向大道，所以不会强行留你。但是你在仙界一定要保重。就是这里吧，整个金海灵气最足的地方。方旭，你从这里飞升，是不是直接就到仙界了？仙界到底长什么样呀？是不是到处都仙气飘飘，还有好多神奇的灵兽和法宝？不知道，我也未曾亲眼见过。方旭，一路保重。保重。天地玄门，开！天地玄门，开！成功了！仙门既已开启，我苦修5000年，定能踏入其中。方旭，你没事吧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飞升失败了。明明已经突破了1000层，师尊不可能骗我。去，吴姐姐，方旭，太好了，你们还没走。到底怎么了？啊，你看，这是那日我运功修炼，突然发现自己的修为足足暴涨了6个境界。你竟然达到了渡劫期！我翻找了大量的资料，终于在一本古籍上找到了相关的记载。那本古籍上说，有一种特殊的机缘，在与特定的人产生身体交融之后，双方在修为上会产生奇妙的共鸣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突破了修为，所以你们的修为也得到了暴涨？不错。如此说来，那你们……这怎么会这样？这印记到底代表着什么呀？难道说和飞升有关？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你们3个都是玄阴之体，而我是九阳道体。玄阴之力和纯阳之力相互交融，便在你们体内留下了这金色印记。它不仅代表着我们3个彼此的力量，更像是一条特殊的纽带，将我们紧紧相连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4个现在是一个整体？不错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刚刚我会飞升失败。我明白了，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去仙界了？可我还没准备好，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？姐，都这节骨眼了，还准备什么呀？那可是仙界，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，说不定以后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遇了呢。可我们对仙界一无所知，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方旭会保护我们的。那好吧，我去打个电话给你也说一声。大道，我竟然有飞升仙界的这一天。都站稳了。
我要引动天地之力，开启飞升通道，